Three, two, one, go shoot！ Hello everyone，又係我 Lucifer，你哋有問必答嘅陀螺創作師。今日我哋要嚟改裝陀螺，而改裝嘅就係原本隸屬於防禦型嘅 CX-15騎士堡壘 GV。呢隻陀螺原廠主打嘅係全方位嘅反擊防禦，所依靠嘅就係佢嘅輔助印同埋核輪，因為佢呢個特性，所以佢嘅輔助印同核輪體積都比較大，增強咗佢嘅離心力，導致佢嘅持久力提升。同時佢嘅邊比較多，令到佢可以進行全方位嘅反擊，但佢個邊角更多，再加埋我提到體積大呢個因素，導致佢好容易被對手取得擊爆勝利。雖然佢嘅 UN 軸心令到陀螺嘅重心更低，令到陀螺一直可以維持喺陀螺盤中心進行反擊，但同時亦因為咁導致佢嘅持久力不足，往往會因為持久力不足而落敗。今日呢條片我會用我手上嘅材料去改善佢防禦上嘅弊端，以及彌補佢持久力嘅不足。
改裝之後嘅騎士堡壘喺佢嘅防禦力同埋持久力上面都有顯著嘅提升。至於佢嘅中心部分點解由 GV870轉變成 F060呢？咁係因為我利用太極裏面以柔克剛、四兩撥千斤嘅概念去改裝呢隻陀螺。而家佢嘅中心部分完全係為咗射力而存在嘅。大家喺測試影片當中都見到，喺面對攻擊頻率同埋重量都比佢高嘅陀螺，佢即使遭受攻擊都會好順利咁射走大部分嘅力度，從而令到自己嘅自轉唔會被削弱，而唔似 GV870咁硬橋硬馬，自己食晒啲攻擊，導致自己嘅自轉速度降低，最後因為持久力不足而落敗。可能會有觀眾想問，點解唔將佢嘅 UN 軸心純粹換成持久軸心啊？咁樣咪唔使用到咁多配件咯。咁頭先都講咗啦，原廠嘅 GV870係硬橋硬馬咁硬食晒所有攻擊，咁佢呢個承受攻擊次數係有上限嘅。即使換咗持久軸心，都最多令到呢個上限提升1至2次。而換咗 F060同埋持久軸心之後，喺射力同埋持久軸心嘅雙管齊下嘅情況下，佢呢個承受攻擊次數嘅上限起碼可以提升4至5次。既然要提升持久力，咁點解要揀 O 軸心而唔係目前持久力最強嘅 DB 軸心啊？咁之前我都講過啦，DB 軸心好還好，持久力係強，但係佢本身係比較容易鬆脱，所以好容易喺戰鬥過程中俾人爆裂勝利，又或者自行解體。今日呢條陀螺改裝片去到呢度就完結啦。如果大家有咩改裝建議或者意見，可以喺評論區大家交流下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